一場 Welterweight 嘅冠軍戰，竟然牽連 Lightweight 前列大名嘅比賽安排同埋冠軍寶座。時不利係，騅不逝，38歲老國王再度見龍卸甲。5場 Main Card 賽事，4個冠軍人馬分途出戰，但門票銷情就唔多亮麗。大家好，歡迎嚟到熱鬥技研社嘅 MMA 賽事簡報環節，熱鬥 Offline， 我係 Anthony。加拿大 Montreal 舉行嘅 UFC 315賽事 Belal Muhammad 對 Jack Della Maddalena 已經順利喺美國時間5月10日完成啦。當晚5場 Main Card 賽事當中，分別有4位冠軍人馬出戰，除咗現任 Welterweight 冠軍 Belal Muhammad 同現任女子 Flyweight 冠軍子彈姐 Valentina Shevchenko 之外，前任 Featherweight 冠軍 Jose Aldo 以及前任女子 Flyweight 冠軍 Alexa Grasso 亦都分途出擊㗎。當中以子彈姐同 Grasso 嘅連續3回冠軍戰就最令人津津樂道。兩位英雌3場比賽由2023年3月打到2024年9月，各錄得1勝1和1負嘅成績。不過子彈姐喺最後一場勝出，呢一晚就以冠軍身份打衛冕戰。雖然出動咁多冠軍人馬助陣，但似乎今次門票銷情唔太理想啫。唔知係時勢唔好，還是門票定價進取啦。開打前一週，路邊社消息話都係賣出咗約50% 門票左右咋。山頂位平價飛都已經銷情一般，近八角龍嗰邊啲靚價飛更加接近任君選擇。到底喺呢個咁奇趣嘅現場環境之下，各位選手嘅發揮又會係點呢？5場 Main Card 賽事，第一場 Lightweight 嘅比賽，由排名13法國選手 Benoit Saint-Denis 出戰臨時拉夫挨義氣嘅加拿大選手 Kyle Patrick。全場控制比賽嘅 BSD 第一回合一開始就 shoot 咗 Patrick 落地下，然後再爬上 Patrick 嘅背脊，如是者 BSD 不斷右拳右踭右後頸鎖連環攻擊 Patrick。好彩 Patrick 都守得住，捱過第一回合。第二回合 Patrick 諗住以立技還擊，點知 BSD 啲拳腳同樣厲害啊！賽事中段 BSD 一輪拳腳攻擊逼咗 Patrick 埋籠邊，然後再 shot 咗 Patrick 落地下。今次 BSD 就改變模式，用 Arm Triangle 進行降服。Patrick 終於破防 tap out。BSD 喺賽事第二回合嘅2分35秒以 Arm Triangle 降服對手，終結賽事。第二場女子 Flyweight 嘅比賽，由墨西哥選手排名第1嘅 Alexa Grasso 出戰巴西選手排名第5嘅 Natalia Silva。全場以立技為主嘅賽事，第一回合 Silva 主動進攻，多次扭動蛇腰出腳攻擊，跆拳道式嘅高踢 side kick 乜都出齊啊！Grasso 受制於 Silva 咁高頻率嘅踢擊，就算想打防範都有啲難度。拎住第一回合嘅優勢，Silva喺第二回合就採取海盜式戰術，不停遊走整個八角籠，間唔中先1-2下 in and out 出拳出腳偷襲 Grasso。面對呢種游擊打法，Grasso 顯得更加不知所措，連想掂到 Silva 都有難度。要去到第二回合尾段先逼到 Silva 埋籠邊打中幾下。第三回合 Grasso 一開始就壓住 Silva 埋籠邊打，但 Silva 好快又走得翻出嚟，再次游擊打法啊！打完3個回合 Grasso 嘅右眉心同左眼角都已經爆晒，反觀 Silva 個樣就冇乜事喎。最後3個回合完結，3位裁判以 unanimous decision 一致判定 Silva 勝出。賽後訪問方面 ，Silva 話呢一種海盜式打法係佢嘅 style， 仲話見到條冠軍腰帶都幾靚咁，想挑戰下冠軍寶座，睇下老闆點安排啦。唔知大家又覺得 Silva 夠唔夠實力挑戰 Flyweight 嘅冠軍呢？第三場臨時升榜做 Featherweight 嘅比賽，由排名11巴西選手 Jose Aldo 出戰排名14加拿大選手 Aiemann Zahabi。38歲嘅 Jose Aldo 第一回合就壓住細佢1歲嘅 Zahabi 嚟打，擅長 boxing 嘅 Aldo 出拳又快又準 ，head shot、body shot 乜都出齊啊！反觀 Zahabi 諗住出拳還擊嗰陣 ，Aldo 都能夠用佢嘅 head movement 輕鬆避過。第二回合 Zahabi 開始進取翻少少，但 Aldo 繼續以佢嘅出色 boxing 打法控制大局。不過 Zahabi 可能進取過頭，呢個回合2度踢中 Aldo 嘅下陰，連老國王都有少少火氣啊！第三回合 Aldo 起初都仲係威係勢主動攻擊，初段試過一個右膝打中 Zahabi 個身，再立即一個左踢踢中 Zahabi 個頭，受傷嘅 Zahabi 只好一路避走，而 Aldo 就瘋狂追上前進攻。
呢個回合去到2分鐘左右，Aldo突然望個鐘，原來老國王當刻已經冇晒氣，爆晒胎。喺一次剔單進攻失敗之後，Aldo成個人直頭瞓咗喺地下 open guard 等沙哈比嚟打。沙哈比見機不可失，立即衝上前瘋狂 ground and pound 報仇咁報啊！Aldo只能夠喺地下拿住個 close guard 黐住對手，盡量減低傷害。驚濤駭浪之下，捱過第3回合。3個回合完結，3位裁判又要以判定方式決定邊個勝出啦。最終3位裁判1-2比分29-28，少少意外地判定主場出戰嘅沙哈比勝出。唔知大家對呢個判決又點睇呢？歡迎留言討論下。主場出擊嘅沙哈比同主場觀眾當然一片歡喜啦。反觀 Aldo 就一臉茫然，懷疑人生到坐咗喺地下。到 DC 訪問完沙哈比之後，回頭一望，發現原來老國王除咗對拳套，宣布退役啊！當 DC 訪問 Aldo 嗰陣，Aldo 都大方承認呢場比賽本應係 Bantamweight 嘅賽事，因為自己減唔到磅，先臨時改以較重量級嘅 Featherweight 出戰。佢好多謝老闆 Dana White 同對手沙哈比俾機會佢打埋呢場比賽，但呢刻佢個心已經唔再喺 MMA 度。只好自2024年復出之後，再次宣布退役啦。自2011年登陸 UFC 嘅 Jose Aldo 喺加拿大第一次亮相 UFC， 職業生涯起起伏伏，曾經係 Featherweight 嘅冠軍王者，但又曾經被 Conor McGregor 13秒一拳 KO。2022年宣布退役，但2年後由東山再起復出，已經進入 UFC 名人堂嘅佢，最後一場戰役亦都喺加拿大完結。在此感謝 Jose Aldo 喺14年嚟帶俾我哋咁多場精彩賽事，祝願老國王退役生活愉快啊！第4場女子 Flyweight 嘅冠軍戰，當晚嘅 Co-Main Event 由排名第2嘅法國選手 Manon Fiorot 挑戰冠軍吉爾吉斯坦選手子彈姐 Valentina Shevchenko。賽事一開始，野獸姐 Fiorot 以腿法開路，而子彈姐就出拳 counter 還擊。第1回合末段，子彈姐捉到野獸姐隻腳，送佢落地下 ground and pound。好彩野獸姐仲有個 half guard 擋住，不過個鼻就爆晒啦。第2回合，兩位選手除咗拳腳往來，更加開始一輪互相剔單。末段野獸姐成功剔單咗子彈姐落地下，不過可能打得太興奮，臨尾野獸姐竟然喺子彈姐 completely fall 嘅狀態之下，一個 shotgun kick 踢中子彈姐。結果野獸姐俾人警告唔好再犯啊！第3至第5回合，子彈姐都盡量以防反戰術應付比賽，更加2度使出佢嘅招牌技法 Spinning Back Kick。反觀野獸姐就恃住自己體能佔優，一輪高踢擾亂對手之後，就埋身逼子彈姐埋籠邊，想控制比賽。雖然喺第4回合末段，子彈姐成功突圍落單到野獸姐，不過剩翻5秒，唔夠時間了結對手。兩位阿姐打足5個回合，又要勞煩3位裁判做決定啦。最後3位裁判以 unanimous decision 一致判定子彈姐舒夫真高勝出。賽後訪問時段，子彈姐都讚野獸姐係一個好強嘅 striker， 不過佢都可以應付到，亦將呢一場勝仗獻俾自己母親同佢家姐兼長期訓練拍檔剛退役嘅 Antonina Shevchenko 嘅。最後子彈姐話：年齡只係一個數字嚟，只要你精神同意志夠堅定，你一樣可以目標達成。跟手一如以往跳去嘅招牌勝利舞步，就行出8角龍啦。最後一場 Featherweight 嘅 Title Fight 賽事，當晚嘅 Main Event 由冠軍嘅巴勒斯坦選手 Belal Muhammad 迎戰排名第5澳洲選手 JDM Jack Della Maddalena。呢場 Fight of the Night， 兩位拳手頭4回合各自佔優2局。JDM 明顯係較進取嘅一方，除咗不停 in and out 出拳攻擊 Muhammad，JDM 嘅後直拳對 Muhammad 塊面都造成唔少傷害啊！但 Muhammad 嘅 boxing 亦都相當厲害，埋身勾拳同爭都多次命中 JDM。去到第4回合中段，雙方一度埋身互毆 ，Muhammad 打到血流披面啊！去到第5回合，雙方直頭火力全開，兩人瘋狂輸出老轟對手。即使 Muhammad 2度成功 shoot 到 JDM 落地下，但係 JDM 都可以企翻起身再搏拳。賽事進入末段 ，JDM 全力反攻，又爭又哭，打到 Muhammad 塊面爆晒。不過 JDM 自己都俾 Muhammad 打到右邊面瘀咗。結果呢場拳如雨下嘅 Title Fight 5回合完結後，又要勞煩3位裁判做決定啦。
最後3位裁判以 unanimous decision 一致判定挑戰者 JDM 勝出，新任 Featherweight 冠軍就此誕生，亦都係繼 Featherweight 冠軍和哥 Alexander Volkanovski 之後第2位澳洲選手勇奪 UFC 嘅量級冠軍。賽後 DC 上台訪問勝出嘅 JDM 時，可能 JDM 團隊太興奮啦，要 DC 叫翻佢哋俾翻條冠軍腰帶 JDM 做訪問啦。訪問中啲歌功頌德嘢，我哋就唔太詳細講啦。反而呢場 Featherweight 嘅冠軍戰結果就嚴重影響到嚟緊 Lightweight 嘅前列分子比賽安排。事關白老闆喺賽前已經公佈咗，如果 JDM 贏出今晚賽事，現任 Lightweight 冠軍 Islam Makhachev 就會升磅打 Featherweight 爭奪呢條冠軍腰帶，而 Lightweight 排名第2嘅 Charles Oliveira 就會喺 UFC 317出戰由 Featherweight 升磅上嚟挑戰 Lightweight 冠軍寶座嘅 Ilia Topuria。5場賽事嘅回顧就告一段落，再一次感謝各位同我哋重溫呢晚嘅比賽啊！下一場 Pay-Per-View 嘅賽事 UFC 316將會喺美國時間6月初回歸美國舉行，5場激戰，再次2場衛冕冠軍賽事，到時再同大家 offline 簡報。當然，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comment、share， 仲有 subscribe 我哋熱鬥技研社嘅 YouTube channel，click 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啦。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有動力繼續做落去。密切留意熱鬥技研社，我哋下次見。